捧切。我唔識捧切嘅，我唔捧切嘅喎，咁我去到企喺度又有啲掃興啦，都驚嘅，即係你陌生嘅環境，再加埋陌生嘅人，就等於一個濕滑嘅道路，有個粗心大意嘅司機出事。我真係冇乜喎，我以前細個連嗰啲 inter school 嗰啲波都冇去，係冇嘅，冇啦。可以去巴飲杯嘢，但係唔好去 club 跳下兩樣嘢，即係大家可以飲嘢傾下偈咁樣 OK， 但係唔使動之同志啊。如果你係退縮，個蘇突然之間變咗 party mode， 要你起身捧切，咁你得唔得啊？我會起身，但係唔會捧切。即係我因為大家起身咁嘛，即係一齊起身啦，咁個氣氛係真係好，個起身係 OK。就係咯，起身，即係個起身已經係投入同埋嗰個參與度係高咗。聽眾或者入場嘅觀眾或者 house 當中都會有啲係比較 high 啲嘅人。咁呢個亦都係啦，即使係 party night，你入到場，就算大家要起身咪起身，你都唔一定要同志，即係就係隨波而不逐啊，就係咁解。即係你可以大家咁做就好啊，參與一下咁，但係你嘅參與程度去到有幾盡咧，就係你自己決定。去完呢個 party 之後啊，我覺得大家都要即係唞翻3-5-7日，因為都勁㗎嗰個 energy。咁啊，同埋我相信其實大家都會，就算平時唔同知嘅，可能都會輕輕喐下啲手指咁樣，咁都花體力嘅。咁所以休息下，我覺得去完 party night 就要休息，飲多啲水，同埋我仲有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其實咁多晚唔同嘅 night 其實都有少少係 fulfill 自己嘅一啲幻想。咁我一個係唔去 party 嘅人，咁我就搞個 party night 俾大家體驗下，即係有一個全新體驗嘅 Iron Party 喎，係點啊 ？I Party。好啦，就好似今日咁 party lunch， 但係觀眾企喺度冇反應，你 O 唔 OK 啊？俾啲聲嚟聽下 OK。我要 feel 到你投入，佢投入就 OK。
還有時間能吃飽，並沒特別，從來是一杯咖啡加塊麵包。地鐵照樣搭，照舊位置打卡，高息也照樣算，做到就天黑，神奇在這老電腦，發現極怪框框我一瞬間，灰台燈也迷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香港岸也藏了花花草草到接待，前方偶然歡到起了舞，陪同幾多足者飛躍越將我。回望老闆漸行近視窗關閉，淺深呼吸這幕驚險到上櫃，而我人設為那位並沒特別，原來是 Ed 天使跟着路軌，無聊着我照樣播，確實未算玩家，不玩滿面敗仗，快無盡或更差，然而大腦記錄過那樣射在腦他心想對出身體境界面對停。灰台燈也迷了彩，走廊邊野外，黑檔案也藏了花花草草到接待，前方偶然歡到起了舞，陪同幾多足者飛躍越將我，如若怎屈都不脫離野性限制，當關卡的過路客，比主角能豪華美麗，歲月徹底停留於節範圍，當我思考中控制，程序就已沒力，初次編製，來吧有無限時讚美，終結是張圖脫得常規，就一開始得過那入循環，無謂抬頭明自轉夢。微雨略帶節照，像你可愛沒有，像你重要，零碎光線穿梭於這半秒，淘氣的臉牽動我心跳。傍晚日照倦了，亦有溫暖。